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女女嘅节目吼。哇，你福喜女女要懂到嘅单元，你少嘅都懂到冇強嘅你，冇強嘅故事。今日繞牆嘅係嘅欣賞吼，不過今日繞牆機裏度呢一片，唔係讓大家去討論到以後有關嘅問題，因為今日女嘅身份係嘅。文學也好，小說嘅作家也好，大家都分享其實來自馬介依然嘅自慶自己欣賞，仲明記欣賞分享。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伊哩小姐好，我係莊明志，我係馬介依然嘅主持醫師。今晡日請有福喜來到呀參加下節目。分享欣賞吼，欣賞係天拜來到呀，錯冇吼。其實我訪問欣賞嘅時間，我心肝都有吃到失敗緊張，因為想講哇，這個要訪問一個資深嘅欣賞，有冇結果有斜槓，感覺上就做很多冇用嘅事情。我看到欣賞嘅時間，心肝就暗天，因為欣賞嘅面孔就會笑面，哎呦，就是很親和力，哎呦嘅欣賞，可以這麼說嗎？哎呦，安之些。過獎啦嚇，不過今日正經輕重要去講嘅事情就係個，大家做啲看到現場有青島嘅書，也所有嘅書都係欣賞佢寫嘅。唔過有青島嘅書嗬，看一下名嘅大家就知都係跟醫學較有關係。唔過今晡日冇強用，今日同大家來紹介嘅係老師的新書，客家種嘅新生樣，做啲講係欣賞嘅第一本小說，這個第一本嘅書。對不對？這真的完全不一樣哎，對不對？因為以前跟書可能同以後有關係，那就是醫生的專業，對不對？好，那就寫一些醫療，就是你看可以高書也好 ，doctor 也好 ，post 也好。不過小說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嘞。做得講係欣賞斜槓小說家，按用做得講哈，對，簡單嚟紹介一下，一本書寫嘅係媽媽從冇？冇錯。可以簡單幫我們分享一下，這是你的第一本小說啊？為什麼會寫媽媽嘅故事？前面呢9本書呢都散文，主要寫到生死嘅問題，因為我係做癌症嘅醫生，所以可能都拍攝片啦，肺癌、內癌、淋巴癌，安尼反炸呢，一路過到安尼生離死別嘅問題啊，有家庭嘅問題，有本人嘅問題，有宗教嘅問題，或者說寫好多書比較反炸會同埋回應嚇，講嘢書係硬係沉，有啲會看唔實，都會有哲學，有宗教，有佛教嘅道理。或者說，我就想講，你寫成功還是失敗？喺成功來講，每一個人都可能成。或者一天有乜嘅問題嗬，因為哲學也好，佛教也好，金剛經也好，他個人都唔咩係按容易進入乜嘢按用嘅脫離度嘅明心見性，簡單如講了解嘅明心見性。或者我都想講，無論用小說的方式，因為我媽媽得到肺癌，腦膜間皮癌，肺癌嘅一種。佢說到2年嘅時間，有3年情形冇好。講我都問到講，當時呢，我圖媽媽韓國也生死觀，留下一本第一本嘅越過邊境。是，我到2年已經按多年咧，係咪我就對佛法了解，又可以寫。因為我前一本第9本書啊，嘅隨時放得下的功課。都表示講，我哋人該執着，該多事情看唔起，表唔下。我說寫咗幾本書以後，都問到講，那我再出一本，個可能是得來都小說，讓我媽媽做一啲主角。嗰時候一開始都寫我媽媽說書講理鐵硬，嗰時候都對我媽媽生平的介紹認識我媽媽係樣嘅人，到乜嘅時節會發生安尼事，愛來了解宗教，因為很多人都無神論，問到講宗教冇需要，我媽媽嘛係不可知論嘅無神論者，我用個推兩語行多也鋪來嘅故事，一聽可以變騙人嘅一個捷徑。
那第简单来讲，就会其实因为新上去面对轻度的患者，吼，就经历生老病死，这中间有太多人生面对轻度轻困难的问题，吼。那当然，做对底新上的文字底度，做对读到他对很多东西，不管是哲学性的也好，那道理也好，所以透过妈妈的故事，用一个比较小说的载体，嘿，然后我把很多对，然后我把心中轻度想要讲给发，想要讲给偷理，我放进给小说的载体，嘿，讲你读小说，你会吃到很软。你读到是一个新生勇的故事，不过呢，可以读到张医师在里面想要传达的偷理。我们特别读历史，如果有前因后果，缘起嘛。哦。多但係媽媽係用嘅人生的命運機緣係用嘅，會多最後這個生死關嘅時間，要用嘅因乎。真嘅。嗰時候我媽媽都拄好一時胎咯，1920年、30年，都經過2020年都差唔多100年。100年。所以100年前的時間發生的事，以前日本讀書，日本時代、日據時代啦。讀書的時間又讀到空襲，一初的時候呢，日本美軍用魚雷打沉。對。所以哎呀，那人都有命有運。嘿，伊準時坐到幾隻船呢，伊都死。我做乜個坐呢隻船呢？牙橋一腳一鬼啦，牙橋愛到係咩同學日本人，嗰時候也有一個機緣，嗰時候機緣幾多，都兩名醫生係爸爸，哦，嗰以後呢有錢人家嘅手指，加多個苦嘅人嘅下輩，對，要發生一啲婆媳嘅問題，嗰個人生輕度問題。不過頭先阿用講，我嘅感覺係安容易，真嘅人生有輕度嘅巧妙的安排與錯過，對不對？冥冥之中你唔喺咩有主題，不過就會講哇，就是他就會自然有一個冥冥之中的安排，對，喺咩要發現個就是人生的經歷是這樣。不過我看欣賞一本書哦，欣賞用嘅故事一本吼，就是客家中嘅新生用，我覺得。感受很深，有人講啲嘛，因為我覺得搭上人就有搭上人嘅生命底嘅困難、功課。有時候每個人都嘅困難呀、功課冇相用，我覺得不是難易之分，是每個人是怎麼去面對。不過我看欣賞嘅媽媽新生用，哇！因為他跟我們最大的區別是，他經歷了這樣的一個時空。你想看啊哦，他經歷了戰爭，好日本時代，古時候佢像係做過日本人嘅意思嘛，嗬。係啊。佢講結果又係國民黨政府來嘅時節，古時候佢做嘅就變台灣人，大家就咁講，錯嘛？啊，古時候佢要講日本話，佢要講客家話，佢要講河洛話，佢要講國語。古時候你看，經過安陽時代嘅人同英利安陽時代嘅人係完全冇相用嘅，好，那是一個不一樣的經歷。像我們會討論說啊。我們考試考唔好呀，你上班用嘅，唔過記得講嘅係，我遇到空襲，好，你還是完全不一樣。所以對我來講，我看到媽媽嘅故事，對我來說不單是欣賞媽媽嘅故事聽聽，其實我看到的是那整個台灣時代。那整個時代，農業時代變工業時代變化，好，紡織廠，然後代工開始興盛的時代。可是最重要都有一個感覺，如果更加富裕的無頭擺嘅客家莊嘅富裕嘅嗰種嘅風範，嗰種嘅修養，對於事情的逆來順受，相互交織，我會懷念嗰段時間的典範。更加歡迎家上班嘅冇案嘅，嗰時候都感覺到一種可惜，因為嗰陣文藝復興樣啊，有安尼客家富裕嘅精神，係咪在度發揚光大？對，嗰時候鄉親朋友，喺講有看張先生、張醫師總欣賞一本書嘅，你就會提講哇，喺講你有一點年紀，你看了會很有共鳴，對不對？好，那我們很像我看了很有共鳴，喺講喺上你看就會說哦。哇，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是這樣子，跟兩死的相處，對，然後什麼人給狗誰還蠻該。不過我必須說，我覺得這個新生勇跟一般的那種我們傳統就是我們說比較典型的那種客家嘅農家出身的迄某相同，因為佢係留學過，對。
超，你一本通俗做然后念花架学校，算是对女生有一个，好像淑女，你要用变一张 lady 嘅训练嘛，对，形容好搞，假释好搞，系啊，佢做嚟嘅时尚会变化，会变，对，不过敌都有青豆精彩的事件，就像邢长官，他差点遇到船难，也写进去了，系啊，对不对？对，这是。啊，主要係媽媽講本人讀，嗰時候人哋更加太現實，冇講以後生嘅故事本，後生嘅讀，新人嘅讀，啊，你如果隔代傳承嘅 break， 破點，所以最重要如果回歸家庭。家庭去重要，發生乜嘅故事露頭擺太現實，啊講本身人嘅談，啊你凝聚力，而家吸社會咯凝聚力。好，所以看到唐仲先生講係咩對解讀客家種嘅新鮮嘅故事，非常嘅好睇。好，呢本書非常大家推薦俾大家，不過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嚟講。东方一走的绕墙斗钟明吉欣赏那首俩片哈，欣赏不仅是性上哈，现在也是一个小说家了，好棒！共沟跟史杰同欣赏大追故地个哇，医生的家族嫡度就100多个欣赏医生，对不对？错噶哇！拢阿婆嗰邊啊，孫音來林家棟嘅林家，所以欣賞你自己是醫生，你嘅爸爸是喺欣賞，屬嫡度有下，阿公也係，對不對？有靠到。下面做老師，你嘅聲音嘅也係，古種而看，哇，這個西推都也下全部就係做欣賞嘅，俺看到屬嫡度有青島嘅，像是就是親戚裡面很多開業的什麼的，阿 Q 啦，機床嘛，對，所以做對講係這個清優秀嘅醫師世家。真嘅，唔大家有以後故事啊，青豆，所以他節目有講到媽媽搭那個船，陰錯陽差沒有上那個船，對不對？那個是一個大家都很知名的歷史事件啊。這邊的第2章就有講到，就會這個高千穗灣的船難嘛，太家就底嘛。而家條標係的，他講冇去，可能你試看。真嘅呀，他真嘅係講冇去了解，其實沒有很久以前。因為日本時代、日據時代，大部分呢片呢都講太平輪、國民黨嘅時代，實際上也係傳染喺日本有歷史以來最大嘅傳染，等同於是一種嗰啲西洋方面的最大嘅鐵達尼號嘅故事差唔多。嗰時佢係是2戰到2年，佢差唔多民國32、3年嘅時間，日本會輸嘅，唔過菲律賓以為贏。嗰時呢，嗰度太船嘅上船啦，大下都邊嘅軍人還有大炮啦、戰車啦，邊一啲船大下。嗰時美軍抵抗日本會做安嘅事，看到太大隻船咧，吼，沉過。是水仙過池咩？一路用魚嚟去打。最主要係我阿 Q，同我媽媽同學談戀愛。佢下都講安尼有羅門兩隻羅門阿姨嘛，同我媽媽提嘅愛事啊，都就腳嘴嚟。當歡迎家姐妹唔是突然讀書，會台灣，嗰時佢買最好嘅高千穗灣嘅頭等艙。好彩空襲動靜，我說他們沒趕上，冇趕到。一路命，一本書講一點都呼應，講人有命有運，你都逃，對，逃過這一劫。對，而且他們是後來才發現說，哇，竟然才知道有船難案喲。嗰時實際上更加講都不人道啊！美軍冇應該攻擊上船，一路唔係的戰到嘅。戰艦哈，那個大和號啊，唔係嘛？嗰時候都驚你歸來嘅時間咧，媽媽都去教書，我阿 Q 當然問到，快死哦，同安排的險不大事。真的。佢哋講你冇啊，你講係後來唔好見講我同日本教日本嘅女朋友嗬，都是介紹我爸爸問我媽媽，都講唔歸台灣咧哦，唔好諗咁傷錢哦，有一個學題。
屏东人，中央屏东人汉人哦，第一读医科大學哦，又喺貴去台灣，去請。就是書中的五郎，地都嘅五郎，又係張醫師嘅爸爸。一種補償嘛，伊都做嘅是費事人講嘅，你講開社會的帥哥本啊，所以阿 Q 也是很關鍵的角色。關鍵角色，哦，這個每個人生命當中，狄都基係一個很關鍵嘅角色。都你咪要想下謝阿姨，謝阿姨咩喺日本新宿區投靠阿 Q 啊，像講阿 Q 嘅介紹，冇想到佢這邊留學生全部幫阿 Q 反對，反對可能謝阿姨教唔到好嘅人家，都你咪嘛係抱怨，唔做本阿姐都按好，我挨默個都本當係嘅。所以也本屬於呼應你的命運的問題。這個故事如果拍成連續劇，阿 Q 真的是一個很關鍵人物，一個是成功的介紹，一個是擋了他的婚姻啊，對，姻緣被擋掉。我覺得很有意思，就跟為什麼我講一本書係時代的縮影，昨天看到一個婦人講，唔講係有講過啊，唔係講我們典型的那種農家的那種婦人感，因為媽媽又去日本念書，其實也是受高等教育，對不對？學烹飪、煮飯啊，就是花匠要如何變成一個 lady， 就要用嘅學教。嘿，佢哦主要記嘅啦，第一都時裝啊，做衫褲，做衫褲，時裝，第二都 make up，化妝，第三都插花，插花，花道盆栽都供養，第四都烹飪，這幾都。形容學個花家學校都家人，我曉得煮飯煮菜、化妝佈置家庭。計量是公司才發，1950也好，40也好，有錢人嘅我們說大家閨秀，除非去按用嘅花家學校，唔單止喺日本哦，計量是喺台北沒有。對，兩閩南有。後來1950年代的時候就有按用嘅花架學校，抽，都實踐家專。大家歸校，計量是對啦，那時候都會去讀，所以其實這裡面的新生勇就會這樣子培養出來的一個細模人哈，就很想要問，就是說為出一本書，就媽媽對你的影響很大。我感覺吼，一啲家庭嘅重點都係媽媽。媽媽都嗰上面的帳篷嘅主要支柱，爸爸都出去賺錢，所以家庭要和睦，要做到好來，媽媽最重要。媽媽做得係家庭地度凝聚力嘅重要角色，錯嘛哈？錯啊，講養啊，窮養啊，熬成婆都最重要啊。我說對我係感覺到講喺時代對農業社會嘅大家庭，變到工業社會嘅小家庭，一變一細，小家庭也面也磨嘅，雖然搬出去，你像兩路嘅時代嘅變遷，按你變遷都唔會想去反思講，按你錯啊唔錯，佢參多頓來，乜攰下，係啊。你幸福都冇窮用。真嘅以前哈，我們說農業社會，大家係講住那個伙房，哇塞，就會有沒有麼字形哇，假抽就抽海碟窮下有啊，係啊，石板窮下，係講嘅林芒嘅時節，大家啲太樹下了兩大追故事茶就按容易。不過就是講過成日有貼片門形上，我媽媽對你一樣用體態嘅嘛，佢講，其實是因為愛，對不對？媽媽對你的愛就是最大的影響。第一點吼，以三個聲音嚟到公平，第一，或者會講童話本人談啊。第二，同人講話嘅時間呢，會顧下來。哦。沒見到啊呢，個個都愛，會同啲牧師，也做到以做個前老師，以前女僕佢教6年生，佢要學教育心理學同聲音嚟講話，眼睛要顧下來，同樣翕相嘛係呢，唔係講係去個講，我顧下來同下去，我就對我感覺到平淡，係該自由，係該傲慢啦，都講得啦。佢會先控制你，唔會啊，嗰時候我諗會傲慢啦。這真的挺難得的，因為在那個時候，泰卡亞迪不會用總是一個父權體制底下嘅沙飛，古時佢做得按蚩尤，同講蚩尤都蠻個長途呢，呀3-4歲又辦到幾4-5歲，佢參對我不公平，又委屈啦，我都推門啊，你做下又門，做唔係
安尼没三合院吼，只能售完有只能售，住宅完有做下人可以一栋 L 型的，啊，突然受风起来呢，你都唔要讲得罪人，我讲我有委屈啊，本来委屈，我唔高兴，係他姓氏突然規家人呢受風起來，係就出現落擺，就話我1公里，咱都轉來1公里，就出現安布條哦，是安布條嘅時間咯，那講吃油嘛，幾來他朋友都哇，那嗰人抹嘅啊，快抹後生人咧，啱咁做，伊都吃油，幾來也冇用。講道理啦，講道理，唔係講一定要有委屈，嚇唔公平，唔可以表達唔自家嘅想法。對安世嘅聲音呢，也佢唔看佢就按用嘅教育，嚇唔看也就會一趟教育都本來上係幾十年，你講到也都好無愛。哇，這個難怪吼，要寫媽媽嘅故事，因為對總市場嘅影響真的很大。不過要本書底度唔單將係講按用嘅故事聽聽哦，有沒有青島嘅我們說8點檔會有嘅劇情哈？比如講，比如你啊底度還有寫到像係乜嘅婆媳嘅交流嘅問題呀，吼，也都反映你當時嘅世界，有讀書有教育嘅心求啊。用嘅團結面對傳統嘅家用嘅世界，用嚟對應，都重點。睇下目的唔係要寫按用嘅，像係家務事，目的是佢係用智慧去做對應，用於溝通，用於交流。好，還有看到哇，真的是兩代思想完全冇共用，做冇。好，唔過也看到這個醫生養弟弟度，其實對於生命嘅教育很容易嘅公平公正。好，問一個這個小秘密哈，唔過大家先聊下，你講有長得問下，這小秘密係乜解？上堂節目你講到吼小秘密，什麼是小秘密？因為書中有做得看到青島相處之間的，我們說矛盾也好，相處嘅小衝突、太衝突也好，我的心情就會是，黑公日本我下給你看，我下給你一看到就會講，哈，你同我嘅秘密寫出來，我有那樣嘅負擔冇？啊，當然咯，我要寫書嘅。秘密寫冇本來夫人啲啊，冇本來阿姐啲阿哥啲，唔過我最後寫係迄個全部係求美，求美其他裝片都過時呢啦，就看有乜嘅 bias 有乜冇本質嘅地方冇，主要是大部分是像談後談嘅嘛，嗰時候我寫啲小說嚟講，也仲係要算傳記嘅小說，忠於原著。嗰種我講嘅也唔驚人拿出來同我對出，因為也真實發生過嘅。你感覺到好，感覺到唔好，係嘛？要個忠實嘅去呈現出來。嗰所以安尼時節咧，當然我要俾有去高雄有發表去高雄嘅文化局，客家文化。嗰時候我要本亞國刊啊，泰國刊，看到啊講冇特別樣嘅講義冇。嗰時候，我太太我不看，因為我婦女一開始我媽媽反對，我爸爸反對嘛。因為頭前講嘅，伊感覺到鄉情個重要。嗰時候頭下我爸爸安排係伊太學同太同學嘅字，都可以看來看去冇啲中醫嘅，冇我媽媽人。嗰時候我哋堅持下去，都變咗電力嘢，我媽媽看我太太同太學文呢，學歷好，生活也好。當然假使有意見，不過多點咪後生嘅熱情、真誠、毅力，伊都冇法去反對啊。嗰時候有一種嘅妥協嘛。嗰時當然我太太講，伊同我媽媽關係冇按緊張，實際上緊張嘅關係是有條有面，啲度嘅當然會調和，調下可能安尼啦。當然唔嘅看法係一樣嘅嚇，一點。天然呢，我媽媽。為到順利去加拿大移民間3年當時冇儲滿3年，2年都轉來，
因为我以前哦，伊有做同乡会副会長，佢無限啊，佢到年下啊同學，我所以感覺到係媽媽係嘅墊地啦，可以到而嘢，佢會傷心啦。所以也嘛係一定嘛唔敢面對啊，實際上發生咧，係同阿媽媽講嘅啦，我都總是都寫出來。嘿，唔講伊大家就知吼，古說也低度算係只傳記，不過有記錄蠻多家族去的。我們想說一些全部是 true story。真的吼，哇！看這次真的很有意思。不過我們大家一樣低度還有青豆青有意思的東西，比如講，媽媽雖然讀的係花架學校，不過媽媽會聽述爸爸做一些外科手術。哎，咁講吼，這好厲害，真厲害。因為佢冇醫生，吳宜春，安尼新鼻鄉，佢當時嘅人口應該是9000人啦。在那個歷史時空當時4000人出，嚇。以前唔拉白槍，係爸爸一定要排，啊佢排到台太畢業唄。我說從番人路好，台太會來，我來看嘅時間呢，已經內科啊。嗰時社會練刀嗬，到一個刀啦，擘個速度練嘅啊，我爸爸會練啊，喺送去個太醫院都籌住10公里遠。嗰時佢冇買嘅茶喲，我都擺冇嘅時節咯，請腳踏茶哦。啊，唔舒爽，我騎腳踏茶冇啊，當然都全都好啊。當然爸爸都冇閒，兩年時間啊，媽媽都做手術，佢參專科護理師，啊手托嘅就兩年姊妹啦、線啦、羊腸線。對媽媽聽書啊，聽書傳線，啊有時拖有量嘅來，啊量有內科、小兒科愛看。我說無限的時間，嗰簡單的2年都教俾俺媽媽，教滷我嘢，條下都練煮肉煮練叫我都按呢。我說俺肚有下。等下，練煮肉煮腳，醫生要練習，那真的是外科醫生嘅練習嘅工廠咩？他真的有按照嘅練習，哇哦！我說最重要 layer by layer， 一層一層，有啲時咧上橋嗰層，我俺媽媽都前位學習2年，俺爸爸講做得。我哋記下摸一下，我嘅感覺係安陽人先生，係講媽媽嘅當時讀嘅唔係花架學校，係講也係讀醫學院，也了不起嘅外科醫生，就女醫婦產科，對不對？錯嘛？佢當時係女醫婦產科啊，嗰時候已經冇欠栽培啦，冇培養嘅外科醫生啦，嗰時候醫療都好以後呢，上橋好啊。你因為講過腰啊，鄉下人都講，哎呀，我本先生人練，唔好按痛，看唔要，係看唔要，麻醉啊做個七代，練得要好。嗰時候遇到個太上橋，我爸爸講，那送去高雄醫可以按啦，到高雄可以50公里。我媽媽講，養係曉得啦，都留下來。反正講，係啊，先生人好好嘅啊，都做咩一樣係唔過要監督。醫生真牌醫生，唔過大家當然一下來講，迄個咩嘢係做唔得。唔過嗰兩時大家會想，1922人、2人、3人、4人，其實台灣冇辦嘅先生，佢按用嘅時代係講啲種下有按到嘅人，因為佢台太嘅先生，當然就會有一種，我們說師徒，嗰種是師徒帶出來嘅。一下來講就按模牌，唔過唔係按用，嗰兩時就師徒制嘛，嚇唔過。就是我們說美儀就會愛。嗰時候有啲會做手術嘅，連都出去做美儀。我記得嗰兩時我同我媽媽有講過，有青島像牙科先生，我媽媽俾我講，對，我媽媽就會講，嗰兩時冇按用嘅感覺，係講現在往回看會覺得，哎，個沒有牌的，沒有牌的，技術也很好，按用就錯，對不對？迄邊牙科有青島按用嘅先生，係，嗰時候第一一本書地圖就會看到吼，先生寫按到清有意思嘅東西。我總係講一本書都得講係歷史嘅素養，就會講。因為裡面就有青島按用石頭下的故事，你總得用一下嘅眼光去看它，你用嗰兩時嘅眼光去看，你就說哇，真的好精彩。簡單講來講啦，我爸爸愛出去望診嘛，望診都2、3、4公里路可能，所以迄個時節有人都咁麼來看病，醫生要出診呢。
王子田老伯，我说过，哎呀，也简单啦。那如果搓我快手，流鼻水，经常用你晓得夹药个不而且给用时啊有看欣赏下，公司才发给用医疗这么不足，像抗生素、盘尼西林就是很重要的药了，对不对？好，好，我不能再讲，我会自曝其短。好，时间给管起来，给来问一下。我们这个单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单元，就会讲。快问快答，哈，我们欣赏做我们的上铁球，哈，因为按用你做咧了解按用嘅专家，佢哪位一面睇咁可能唔啲嘅面相，哈，唔係是欣賞聽聽，也唔係小說家聽聽，哈，問一下你作為一個醫生，哈，你看一下欣賞一下，哈，哇，這個你看按到嘅資歷，哈，你在醫學會裡面這麼多的資歷，又會教書又會博士，問一下做欣賞乜嘅場合，不你吃都請緊張。不，你講神仙嘅世界啦，你有早陣就有啲乜嗌講嗌話一多人好事啦，嗌講嘿，唔多見到冇嗌15年前唔好嗌，唔一聽你哋講唔可以學啦嗬，可以識到一叫一種該緊張啊，我也想多陣多呢學啊，一來你們講嗌要一個人嘅偏冇，嗌可以是一道一叫，不要緊張，冇都。有可能去配備寬高啊、台台啊、泳中啊。我覺得欣賞你真的好 very honest， 就很誠實。要 honest， 但是 honest 裡面還是要有 empathy， 還是要慈悲啦。那我如果比得過太 range， 譬如講，伊可能5年會死啊，你就講5年到10年。I D 5年係一種科學嘅數據哈，有時候10年願意後慢點咯。科學數據以外的眼內欣賞佢緊張嘅時刻，還是在他的這個專業的場域裡面。聽一題，我不是問你最喜歡吃乜嘅東西啊，係問你最中意吃、最中意食嘅乜嘅垃圾食物有冇？垃圾食物薯條啊。哦，我為什麼要笑？因為我也是，泰嘎就很喜歡吃薯條。尤其是有那個加那個香料，特別用磨的那個。黑胡椒？不是啦，要磨的。你說嗎？松露。按枸杞。松露薯條。我買那個緊張的事情咯，我夫人出一個題目，做一個新的菜去上網。看到有一菜，你做不愛看。伊講愛速度也沒有下面，我要做 croquette 啊，那些炸的丸子，我媽媽搞過呀。伊都講我 croquette 都要有牛，又要有烏誒，都要愛爆漿，安尼都緊張誒。有緊張誒。做唔好嘅事情會緊張啊，摕做下會緊張啊。哇塞！你講唔好嚟看，要做下愛幹呢。欣賞你真的很清淡一下，很可愛。我補充一點，補充一下，欣賞這麼愛會做菜，也係媽媽教嘅，因為媽媽做得親愛做菜。伊冇教啦，摕去看啊，摕做下天數。Inspire you 做得嘛，帶給你靈感。嘿，做耳濡目染啦。欣賞也係做係跨國料理，他家吹難不倒，他還有跨國料理。等一下還有一個問題，黑工作得重新選擇一個怎樣米香去做嘛該？買做意思。你看，我就第猜到了。我一下子我要先講欣賞嘅答案，對，按用太感就會第。真的啊，我就知道你聽說還是會選醫生。按侬講吼，條方係都各種嘅突團南邊種嘅嘛。我揾唔啲愛先麥嘅科呢，係將啲講理工科好咧。我媽媽講，唔係我講話，突開舊呢，突開換都好嘅。結果呢，入面咧都過什麼時間講做醫生個好，看也嘛好，睇醫也嘛好，教書也好。我說錢又有 TV 也有，又做9年的事。我想講我下輩子再頭做乜嘅，唔係做醫生啊。真的。你乜嘅下，你出乜嘅子孫啊？冇唔錯嚇，哇！基本都不如繞牆到。中欣賞你到節目地度，你看哦，其實短解一點鐘解打嘴鼓，做啲了解書，做啲了解幾解教材啦，一些了解欣賞，冇用解面上欣賞，迄個有機會接來講一下伊嘅故事，好嘛？基本嘅時間鐵斷咧，不過請講下欣賞嚟到鴉片，那就相約下一次做得嘛？做得啦，做得。好，感謝。好，所有嘅鄉親朋友，3年下來你要做認同了。好看福喜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句影片分享出去哦。